為咗搶救溺水民眾嘅生命，海巡署台東82大隊今年首度試驗用無人機空投救生嘅設備喺水域之中救援。目前操演都非常之順利，不過仲要累積實際嘅救援數據，再推廣到全國。無人飛機嘅功能越嚟越多樣化，而家呢一種陸續嘅遙控空拍直升機亦首度加入海巡署搶救溺水民眾嘅工具。機上加掛呢一條魚雷浮標，飛到離岸200公尺嘅海面，投下救生設備，成功演練搶救溺水民眾嘅生命。加掛魚雷浮標嘅裝置係將海釣客經常用嘅掛鈎加裝喺無人機上，非常之輕便。連機身造價一共係6萬幾蚊，好處係一鎖定目標就可以馬上遙控起飛，喺第一時間投入救援。海巡署表示，溺水民眾喺水中最需要嘅就係可以浮標嘅工具，後續抵達嘅船隻或者係救難食蒸機嘅救援工作會更加順利。不過目前無人機空投浮具搶救溺水民眾仲喺度累積實際嘅經驗，視情況再推廣全國海巡單位嚟到配置。